后面又抓了，今年是不是又抓了20几？教育厅前后抓了差不多90个人吧，抓走是判刑的，不是？你看，光一个教育厅，完了剩下的新大的校长。师大的书记，医科大学的校长，什么喀什大学的校长、副校长，和田师专的校长、副校长，全部都是歹徒是吧？歹徒，都是民族分裂分子呀。完了以后，伊犁师范学院的书记、校长，我们学校的书记，这两个是直接被免职，甚至是看出的啊。工作不力是吧？就是学术繁，抓两面人工作不力，直接就是免职以后调到教育厅，挂到那当学员员去，直接就这样。所以现在抓的比较厉害啊！而且这个所有的这些教材发给你们这些书呀，这样教材都是要政治审核的。他们有些人说，哎，这样的专业教材怎么能有政治问题呢？有啊，你看。像这样专业教材都有政治问题出现啊！医科大学的教材一翻开，医学书哎，一翻开第一页，维吾尔医是个独立的学科，维吾尔民族独立的民族有8000年历史。你看第一页就这样写的，8000年，中华民族，是吧？那不哈里乌拉提吗？哈里乌拉提老爹还是我们原来冒军系副主任啊，他不是交代的吗？他这个民族分裂都是他老爹教的吧？知道的吧？哈里乌拉提直接跑到土耳其那边去，暗地里和土耳其签的是建国协议。还第一步先当医科大学的校长，第二步拿上院士，他15年报院士差点拿上啊。完了后面把新疆大学、医科大学合并，他当校长，进一步扩大影响力。完了，2030年建国当总统，建国协议哎，和那边签的啥都有，这都是后面抓起来以后搜出来的，是吧？所以学校这个问题大得很，而且已经到啥地步？现在可怕的不是这一条，可怕的是啥？他在大会上是这样子坐在主席台上的，旁边是书记那个李军，在那李军在这咋说着的？不许穿这个宗教服饰，不许全部蒙面纱，是吧？学校院子里面要进行限制，干啥？他把话筒一拿过来，用维语在那说着呢。不要听他胡说，我们就要这样干，这就是我们的习惯，我们一定要这样的。大会上，底下坐了多少人？汉族的听不懂，比剩下的没有一个汇报的。可怕的是在这，这都是他被抓以后，后面才抖露出来的事情。所以坏人不是一个，可怕的是在这的啊。这就像啥东西？75的时候我们学校抓走10个学生，其中有4个有人民案的，判刑的，你还有一个教工子女判刑的有人民案。结果那75事件出了以后，那些录像拿在我们那个大厅里面，把所有的班主任、辅导员全部喊上去，民族老师喊上去看去，扔哪一个人？结果最后扔下来以后，没有一个都没有。但最后不是还判刑还多少？怎么没有是吧？去年我们是2个处级干部被双开除上去开除公职。今年上半年抓走3个老师，我们学院还抓走1个，一个是已经判刑了，判了几年，剩下2个还说准备起诉了，马上要判刑。所以分裂分子就在身边，是吧？啊？哎，而且到啥级别了你也看一看，你看各个大学的校长、书记是吧？还有一个区党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，是吧？你要再往上算的话，还有200个是吧？所以这个民族分裂很厉害的啊。他们说这2年才有的，看这2天学习，我发现他们说不对呀、民族分裂谁说这几年才有？文化大革命时候有没有？文化大革命自治区一个副主席不是东土党吗？怎么没有？是吧？所以民族分裂哪是现在才有？早都有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学校还是比较少，比较好。要不咋前面那个书记因为工作不力，最后还免职呢？就因为半天没抓出来吧，人家别的吧一片一片的抓的。那就说按照自治区那个李鹏兴的说法，
不是党委副书记李鹏兴主办这个意识形态和教育的吗？大会上指着我们学校书记就说嘛，你们学校水就那么清吗？一条鱼抓不出来吗？你看，说明了就说还继续吧。所以学术办最近还在搞的呢。所以有啥问题，发现有啥问题要及时汇报啊。哎，有用啊！医科大学一个学生在那个楼道里面，就楼梯嘛，安全通道嘛，电梯楼啊，在楼道里面坐那娃子呢，别的学生不是有看见的吗？立刻就举报去了。这一举报可好，捣毁一个恐怖团伙，抓了50个，抓了50个。所以我就说，稍微一动弹就可以破获一个组织啊。我们学校前后也破获过，说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好，讲到这。所以这个教材我们现在全都审核了啊。